生命從來唔單止係一組生理機能嘅組合，亦唔只係某段歷史軌跡嘅總和。當人類首次張開意識嘅眼睛，驚異地望向星空同自身時，為什麼我在這裏嘅追問便已種下，深埋喺我哋存在嘅底層。呢個並唔係哲學家嘅特權問題，而係每個靈魂無法逃避嘅召喚。聖經話，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呢句話揭示咗生命嘅本質唔在於活着本身，而在於嗰位賜生命者嘅臨在同光照。人活着不能不尋問意義，但係喺尋問中，我哋亦暴露咗自己方向感嘅脆弱。若我哋將生命嘅指向安放於成就、掌聲或他人嘅認可之上，最終將會走入空虛嘅回聲洞裏面。聖經中嘅傳道者早已警醒我哋：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呢個唔只係對世事無常嘅感嘆，更係一種靈性上嘅深切警告。若果冇對準嗰個永恆嘅源頭，再多嘅努力亦只係徒勞嘅奔跑。基督信仰指出，生命嘅意義唔係人類自造嘅，亦唔係文化累積嘅產物，而係來自於造物主對我哋嘅紀念。詩篇話：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呢份顧念係一種創造性嘅記憶，係因為神心中有我哋，所以我哋先可以存在。我哋唔係偶然之物，而係記憶中嘅產物，心意中嘅結晶。生命之所以神聖，係因為我哋被呼喚而來，帶住無可取代嘅使命。而所謂嘅使命，唔一定要驚天動地、名留青史。真正嘅使命，往往從一次誠實嘅悔改，一個唔妥協嘅選擇，一段捨己嘅愛開始。佢嘅本質係喺真理面前發光。呢道光唔係圓木嘅舞台燈，而係從一個被破碎又被修復嘅生命中所流出嘅榮光。因此，活着嘅真正意義唔係成就了什麼，而係我是否忠於那位創造我的主。當我哋學識喺孤獨中傾聽，喺混亂中定睛，喺苦痛中仰望，我哋就會走喺嗰條回家嘅路上。呢條唔係一條輕省嘅道路，但卻係唯一一條能夠令我哋同我哋本來應該成為嘅嗰個人重新相遇嘅道路。生命嘅方向最終會將我哋帶回最初的光，
嗰位曾經喺混沌之初話要有光嘅神，如今仍在你我心中輕聲說：你是我所愛的孩子，我樂意你存在。